说我漂亮。黄人赞助，李明爱绘，春阳。哇，真漂亮啊！上课的时候，金金熙突然看着我说，声音太小，一开始我都没意识到这话是对我说的。我吓了一跳，天哪！他说我漂亮，大家排成一排。他说我漂亮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想跟我一起玩捉迷藏吗？哇！他说我漂亮，感觉很奇怪，可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。是说我吗？说我漂亮？粉色粉，哦，你可以把粉色的彩笔借给我吗？不借。切！难道金金熙喜欢我？但感觉又不像。连彩色笔都不借给我，金金熙不可能喜欢我。所以是说，我真的漂亮吗？仔细看看，我也确实有漂亮的地方。鼻子挺挺的，眼睛亮亮的。喂，上课铃响了。我确实长得有点帅，所以说我漂亮也没错。奶奶每次看到我都会说，我孙子长得真好看，不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饭好像特别好吃。一会儿足球课结束，奶奶会来接你。但我还是感觉有点奇怪，什么是漂亮？漂亮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拦住他！我不知道漂亮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说我漂亮，往这边！说我漂亮，但是我知道漂亮是个好词。喂，你干嘛呢？看看天空吧，晚霞真漂亮，是吧？是吧？是的，我也是漂亮的，心里一阵痒痒的，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梦。醒来后却不太记得了。早上好。金金熙正在和宋美珠聊天，我想走过去跟金金熙打个招呼。虽然以前从来没有跟他打过招呼，但今天就想这么做。哇，真漂亮啊！漂亮吧？我的座位特别好，从这里就能看到窗外盛开的樱花。我突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连耳朵都开始发烫。我转身跑向走廊，不敢回到座位上。我感到非常羞愧。金金熙说的漂亮是指外面的樱花树，
并不是说我漂亮，不是我。我又感到非常难过，为什么难过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很快就要上课了，得赶紧回教室才行。可我没办法回到教室，我不想回去。原来是这个呀，这就是漂亮的意思呀。树上开满了小巧可爱的粉红色花朵，花儿非常漂亮。看到这些，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稍微好了一点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看到漂亮的东西会让人心情愉悦。